大家好，歡迎返嚟 Otta 讀書會。今日我哋要同大家分享嘅書係由著名心理學家羅伯特·席爾迪尼所寫嘅《先發影響力》。呢本書會徹底顛覆你對說服呢件事嘅認知。雖然書入面好多心理詞彙，但其實非常之有趣同實用。作者話，真正頂尖嘅說服大師，佢哋成功嘅秘訣並唔係在於提出要求嗰一刻講咗啲咩完美嘅台詞，而係在於佢哋喺提出要求之前做咗啲咩準備功夫。呢個就係先發影響力。作者強調，如果我哋想成功說服其他人，我哋必須要學識點樣喺對方接觸到我哋嘅說話之前，就已經將佢哋嘅心理狀態調整到一個容易接受嘅頻道。另一方面，席爾迪尼教授發現，最高級嘅說服技巧，其實就好似一個經驗豐富嘅農夫，喺播種之前先去開墾、翻鬆泥土。如果田本身嘅泥土係硬斑斑，就算粒種子再靚，都冇辦法生根發芽。所以先發影響力就係教我哋點樣去精細咁處理呢一片心理土壤，令到後續嘅說服過程更加順利、輕鬆，達到我哋想要嘅結果。要理解先發影響力同傳統說服技巧有咩唔同，我哋可以睇下書入面提到嘅一個真實商業顧問例子。呢位顧問喺多倫多做生意，以前每次同大客傾緊一單大約75000美金嘅專案嗰陣，客戶總係會喺價格上討價還價，要求減價1成到1成半。呢個情況令佢覺得好困擾，因為佢唔想專登抬高個底價嚟俾人壓價，但如果應承減價，利潤就會變得好微薄。後來佢唔小心發現咗一個解決辦法。喺一次提案會議上，當佢做完簡報，準備公布75000蚊呢個真實收費之前，佢半開玩笑咁講咗一句：正如你所見，我唔可能收你100萬美金去做呢個 project。結果客戶望住份計劃書答佢：好，呢個價錢我可以接受。自此之後，嗰場會議完全冇人再喺價錢上挑剔，最後順利簽約。呢個就係先發影響力嘅威力。顧問並冇改變佢嘅服務內容或者理據，佢只係喺拋出真實價格之前，先講咗一個極大嘅數字100萬。當客戶嘅大腦接收咗呢個天文數字之後，聽到嘅75000蚊就顯得相當合理，甚至係好平。呢種將注意力率先引導去特定數字嘅手法，成功消除咗對方心理上嘅防線，令交易變得非常順暢。而書入面將呢種轉瞬即逝嘅說服窗口叫做特權瞬間。教授用自己年輕時學過睇獎嘅經驗嚟解釋呢個現象。佢發現唔理佢話對方係一個固執唔聽人勸嘅人，定係話對方係一個有彈性肯接受新事物嘅人，對方都會覺得佢講得非常之準。點解會咁呢？因為當你指出某個人有一種特質嗰陣，對方嘅大腦就會自動喺記憶裏面搜尋符合呢種特質嘅片段。呢個喺心理學上叫做正向測試策略。作者指出，人類習慣去揾可以證明某件事嘅證據，而好少主動去揾反面證據。所以當你問人，你係咪覺得唔開心啊？對方就會即刻回想自己生活中種種不如意嘅事，然後覺得自己真係唔開心。邪教組織嘅招募員就係利用呢個特權瞬間去拉人入會。佢哋唔會問你生活得開唔開心，而係單刀直入問你係咪對現狀感到不滿。當你被呢條問題引導去回想各種負面情緒，並且親口承認自己唔開心嗰一刻，招募員就會順勢出擊，同你講：既然你唔開心，咁你一定想改變現狀啦。喺嗰個被精心設計嘅特權瞬間入面，你嘅心理防備已經降到最低，唔覺意間就已經被對方成功打開咗說服嘅大門。呢種引導注意力嘅技巧，亦都可以用嚟解決市場調查中經常遇到嘅難題。做市場推廣嘅人都知道，喺街頭邀請陌生人做問卷係一件非常困難嘅事，成功率通常都好低。兩位傳理學家就做咗一個實驗，當佢哋直接喺商場截停路人，要求對方幫手填問卷嗰陣，只有2成9嘅人願意幫手。但係當佢哋改變策略，喺提出要求之前，先問對方一句：你認為自己係咪一個樂於助人嘅人呢？經過短暫思考，幾乎所有人都會答係。喺佢哋親口承認自己樂於助人之後嘅呢個特權瞬間，研究員馬上提出幫手填問卷嘅請求，結果答應嘅比例暴升到7成7。同樣地，當推銷一隻全新嘅飲品時，如果直接叫人留低電郵地址索取試飲，只有3成3嘅人肯。但如果先問佢哋
你覺唔覺得自己係一個鍾意冒險、勇於嘗試新事物嘅人？結果有70%以上嘅人願意留低電郵。呢啲例子充分證明咗，要改變一個人嘅行為，其實唔需要花長篇大論去改變佢嘅核心信念或者生活態度。你只需要喺佢做決定嘅嗰一刻，將佢嘅注意力引導去某個同你目標一致嘅特質上面，對方自然就會順住呢條心理滑梯滑落去，乖乖地配合你嘅要求。不過我哋要知道，人類嘅注意力係有極大成本嘅。我哋嘅大腦喺同一個時間只能夠將意識集中喺一件事上面。當我哋專注於某一樣事物嗰陣，就必然會忽略其他事物。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唔能夠一邊專心聽歌，一邊集中精神揾高速公路出口嘅原因。就算我哋自以為可以一心多用，其實大腦只係喺唔同嘅事物之間快速切換注意力，而喺切換嘅過程入面會出現大約半秒嘅注意力盲點。當我哋引導別人將注意力放喺某樣嘢上面，對方就會潛意識地覺得嗰樣嘢特別重要。著名嘅心理治療大師就非常擅長運用呢一點。當佢發現病人唔願意接受某個重要觀點嗰陣，佢唔會大聲去講，反而會專登等窗外有重型貨車經過，噪音最大嘅時候，刻意壓低自己把聲。病人為咗要聽清楚佢講咩，就必須要將身體向前傾，集中所有精神去聽。呢個身體向前傾、全神貫注嘅動作，正正就向病人自己嘅大腦發出咗一個強烈信號。而家講緊嘅呢番說話係極度重要嘅。透過操控注意力嘅方向同埋強度，大師成功令病人重視並接受佢嘅建議，展現出控制注意力就等同於控制說服力嘅強大效果，令人防不勝防。當某件事物變得突出，我哋就會自動賦予佢極高嘅重要性。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經講過一句發人深省嘅話，指出生活中冇任何一件事係好似你諗緊佢嗰陣咁重要嘅。呢個被稱為聚焦錯覺嘅心理現象，喺大眾傳媒嘅運作中展現得淋漓盡致。傳媒學有一個著名嘅議題設定理論，指出傳媒其實好難直接改變公眾對某件事嘅睇法，但傳媒絕對可以透過日日夜夜嘅頭條報導，成功控制公眾去諗啲咩。舉個例，喺美國911恐怖襲擊10週年前夕，媒體開始鋪天蓋地回顧當年嘅慘況。調查發現，喺媒體發力之前，大約只有30%嘅美國人認為911係過去70年來最重要嘅事件。但隨住報道越來越多，呢個比例急升到60%。但係當週年紀念過去，媒體報道減少之後2個星期，比例又再次跌返落30%。呢個現象清楚咁話俾我哋知，一件事情獲得幾多注意力，會直接決定佢喺人心目中嘅分量。如果一個說服者能夠巧妙地將受眾嘅目光引導到對自己最有利嘅特點上，對方就會自動放大呢個特點嘅重要性，從而喺心理上佔盡上風，令到後續嘅說服過程變得無比順利。要成功引導注意力，有時甚至唔需要用到明刀明槍嘅字眼，單靠背景資訊嘅微調，已經可以做到先發制人嘅效果。有2位市場學教授做過一個好經典嘅網上家私店實驗，佢哋想知道有冇辦法可以令瀏覽網站嘅顧客喺買梳化嘅時候更看重舒適度而唔係價錢。結果佢哋發現，只需要將網站首頁嘅背景圖片換成一張布滿輕飄飄、軟綿綿白雲嘅相，就可以神奇地改變顧客嘅行為。睇過白雲背景嘅顧客喺搜尋梳化資訊嗰陣，會主動去睇多啲關於舒適度嘅介紹，並且最終傾向選擇買一張比較舒服但係價錢較貴嘅梳化。相反，如果將背景換成硬幣嘅圖片，顧客嘅注意力就會被引導去慳錢呢個概念度，佢哋會更加注重價錢，最終選擇買平價梳化。最令人震驚嘅係，當研究員事後訪問呢班顧客，問佢哋有冇受到背景圖片影響嗰陣，絕大部分人都堅決否認，完全唔相信自己嘅決定係被幾朵雲或者幾個硬幣左右咗。呢個實驗完美展示咗背景資訊能夠喺唔覺意間捕捉我哋嘅潛意識，成為一股睇唔到但好強大嘅說服力量，甚至連當事人自己都冇辦法察覺呢種影響力嘅存在。除咗利用背景視覺元素，我哋仲可以透過改變人們手頭上嘅任務，去轉移佢哋嘅注意力焦點，從而達到說服嘅目的。書入面舉咗一個關於美軍入侵伊拉克嘅例子。
當時美國政府為咗主導戰爭嘅輿論，推出咗一個隨軍記者計劃，安排全球各大媒體嘅記者跟隨前線部隊一齊食宿同行動。呢個安排對媒體好有吸引力，因為佢哋可以攞到第一手嘅戰地畫面同埋充滿人情味嘅士兵故事。但係呢個計劃同時亦都為美國政府帶嚟咗巨大嘅公關利益。當記者每日嘅任務都係同士兵一齊生活，佢哋嘅注意力自然完全集中喺戰術執行、士兵嘅補給同埋佢哋喺戰場上嘅英勇表現。結果當時高達70%嘅前線報導都係圍繞住戰爭嘅細節，而好少探討呢場戰爭背後嘅政治理據，或者係咪有大殺傷力、武器等問題。呢種透過微觀任務去鎖定記者同觀眾注意力嘅做法，唔覺意間為政府打贏咗一場漂亮嘅輿論戰，充分顯示出任務設定對引導視線嘅威力。當某件事物成為注意力嘅焦點，我哋唔單止會覺得佢重要，仲會自動賦予佢因果關係嘅地位。我哋會直覺地認為，眼前最顯眼嘅因素就係導致事情發生嘅主因。有位經濟學家做過一個實驗，佢喺排隊買嘢嘅人龍入面，嘗試俾錢買位打尖，結果發現俾嘅錢越多，答應讓佢打尖嘅人就越多。表面睇落似乎係金錢誘因導致咗人嘅讓步，但奇怪嘅係幾乎冇人真係收低佢筆錢。其實導致人讓步嘅主因並唔係錢，而係社會責任規範。當佢願意出高價打尖，人嘅注意力被嗰筆顯眼嘅錢吸引咗，大腦就會將佢解讀為呢個人一定係有急事需要幫手。錢只係一個凸顯急切性嘅焦點，真正起作用嘅係人類互相幫助嘅心理。另一個經典例子發生喺80年代嘅止痛藥被落毒事件。當時藥廠公佈咗2批有問題嘅批次號碼，結果幾個州嘅民眾竟然瘋狂用呢2組數字去買6合彩，搞到當局要暫停接受投注。明明係同死亡有關嘅悲劇數字，點解會有人覺得可以帶嚟好運？就係因為呢啲數字成為咗新聞焦點，大眾嘅大腦就誤以為佢哋擁有一種可以改變現實嘅魔力。呢種認為焦點即係原因嘅心理錯覺，喺司法系統入面甚至會造成嚴重嘅冤案。曾經有一宗案件，一名18歲青年返屋企發現母親被殘忍殺害，警方認定佢係兇手，喺冇律師陪同下對佢進行咗長達16個鐘頭嘅疲勞轟炸同測謊。審訊人員不斷向佢灌輸虛假證據，引導佢將大腦入面浮現嘅幻想當成真實記憶。最終極度疲憊嘅青年簽下咗一份連自己都唔信嘅虛假認罪書。雖然2年後有證據證明佢係清白嘅，但當時陪審團極度依賴嗰份認罪書判佢有罪。點解一份被逼出嚟嘅認罪書會有咁大說服力？心理學家嘅研究解開咗呢個謎團。佢發現警方錄影審訊過程時，鏡頭通常係越過警察嘅膊頭，直接聚焦喺嫌疑犯嘅面上。當法官同陪審團睇錄影帶嗰陣，因為畫面嘅焦點完全喺嫌疑犯身上，大腦就會自動將供詞嘅因果責任歸咎於嫌疑犯，認為佢係完全自願認罪嘅。但如果將鏡頭角度轉為從側面同時影住警察同嫌疑犯，呢種偏見就會消失。由此可見，視覺嘅焦點會直接改變我哋對責任歸屬嘅判斷，提醒我哋喺任何重要場合都要留意鏡頭點樣引導我哋嘅大腦。如果我哋想利用先發影響力，有冇啲咩事物係天生就自帶強大嘅注意力吸引力呢？書中指出，有3類事物係人類與生俱來冇辦法抗拒嘅注意力指揮官，分別係性、危險同埋新奇變化。性同危險直接關乎人類嘅繁衍同生存，所以大腦對佢哋特別敏感。喺法國嘅一個實驗入面，一個年輕靚女喺街頭要求單身中年男人幫手追截4個偷電話嘅爛仔。喺普通情況下，只有2成男人肯冒險。但如果呢班男人喺5分鐘前啱啱被另一個靚女問路，而問路嘅地點係叫做情人節街，佢哋願意見義勇為嘅比例就急升到4成。因為情人節呢個帶有浪漫同性暗示嘅詞語，喚醒咗佢哋展現雄性魅力嘅潛意識。不過用性或暴力元素嚟做宣傳，必須要非常小心。研究團隊發現，如果觀眾啱啱睇完一部充滿暴力同危險嘅電影，佢哋會傾向尋求安全感同埋群體庇護，
呢個時候強調群眾嘅廣告會非常有效。相反，如果觀眾啱啱睇完一部浪漫愛情片，佢哋會想突顯自己與眾不同嚟吸引異性。呢個時候，主打獨特性嘅廣告就會大獲全勝，證明切入點必須配合心理。除咗吸引注意力，點樣將注意力牢牢鎖住，亦都同樣重要。有啲資訊就好似磁石咁，一旦接觸到，大腦就冇辦法輕易移開視線。其中一個最強嘅注意力磁石就係未完成嘅任務，心理學上稱為塞加尼克效應。早喺上世紀20年代，有心理學家喺柏林一間啤酒園發現，一位侍應能夠完美記住一大台客人複雜嘅點餐要求，但當佢將所有食物送到客人面前，完成咗任務之後，佢竟然完全唔記得大家點過咩菜。實驗證明，人類對於未完成嘅事情會保持高度嘅認知專注力，大腦會不斷提醒你要去完成佢。一旦任務結束，注意力就會被釋放。呢個效應可以應用喺日常工作之中。如果你有拖延症，每次寫報告都好痛苦，你可以嘗試喺每次寫作時專登停喺一個未寫完嘅段落，甚至係一個未講完嘅句子，因為你大腦知道你想講咩，但未寫出嚟。嗰種強烈嘅未完成感會驅使你下次更快坐返埋張書枱度繼續寫。電視節目製作人亦都深明此道。佢哋會喺廣告時段前拋出一個懸念，等你心癢難耐，乖乖地睇埋啲廣告等答案，完美利用大腦對完整性嘅渴望去留住觀眾。利用人對去揾答案嘅強烈渴求，最高級嘅說服形式之一就係製造謎團。席爾迪尼教授喺大學教書嗰陣發現，如果用解謎嘅方式去講授學術理論，學生嘅注意力會高度集中，連落堂鐘聲響咗都唔肯走，堅持要聽埋個答案。佢用咗美國煙草業嘅歷史做例子。喺60年代尾，美國幾大煙草公司竟然主動向國會要求禁止自己喺電視同電台播放香煙廣告。點解一班唯利是圖嘅商人會自斷財路？呢個就係一個完美嘅謎團。當聽眾嘅好奇心被激發之後，教授先慢慢揭曉答案。原來當時當局實施咗公平原則，規定只要電視台播一條煙草廣告，就必須免費俾反吸煙組織播一條反對廣告。結果反吸煙廣告入面嘅醫學證據令到香煙銷量大跌。煙草公司發現，只要佢哋全面退出廣播媒體，反吸煙組織就失去咗免費播廣告嘅權利。結果禁令實施後，煙草公司雖然慳咗1/3廣告費，銷量反而上升。透過呢個引人入勝嘅謎團，聽眾唔單止全神貫注聽晒成個故事，仲深刻記住咗一個核心說服理論。有時候最有效嘅說服手段就係消除對手反駁你嘅機會。進入第二部分，我哋要探討聯想喺先發影響力中嘅關鍵角色。語言嘅主要功能並唔單止係單純表達現實，而係用嚟引導聽眾嘅注意力去到某個充滿特定聯想嘅現實角落。美國一間頂尖嘅醫療機構就非常明白呢個道理。佢哋內部有一項嚴格嘅規定，絕對唔可以使用帶有暴力色彩嘅字眼。佢哋唔會話要擊敗競爭對手，而係話要超越對手。因為作為一間救急扶危嘅機構，暴力詞彙會喺潛意識中喚起傷害嘅聯想。語言中嘅比喻亦係強大嘅聯想工具。史丹福大學嘅研究指出，如果將城市犯罪率上升比喻為一隻四處破壞嘅野獸，市民會傾向支持增加警察同興建監獄等強硬措施，因為對付野獸就係要捕捉同困住佢。但如果將犯罪比喻為一種蔓延中嘅病毒，市民就會轉移支持解決貧窮、改善教育等治本政策，因為對付病毒需要消除令佢滋生嘅不良環境。一個字眼嘅改變就能夠大規模左右公眾嘅政策取向同埋決策方向。除咗文字同語言，我哋身處嘅物理環境亦會透過聯想機制對我哋產生先發影響。教授寫書嗰陣發現，如果佢喺大學辦公室寫作，望住窗外冰冷嘅學術大樓同埋身邊嘅文獻，佢寫出嚟嘅文字會變得非常生硬同充滿學術術語。但當佢搬返屋企，望住街上來來往往嘅普通市民，佢就能夠寫出平易近人、適合大眾閱讀嘅暢銷書。呢個就係說服地理學，我哋嘅外在環境會喚醒特定嘅內在心理狀態。除咗外在環境，我哋亦可以主動引導大腦去遊歷內在地理。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嘅老化正面軌論，
隨住年紀漸長，老人家嘅身體機能衰退，理應越嚟越唔開心。但事實上，佢哋嘅主觀幸福感反而比後生仔更高。研究發現，老人家深知自己時間唔多，所以佢哋有意識地將注意力嘅焦點由負面事物轉移到正面事物上。佢哋選擇去回憶開心嘅事，望住開心嘅面孔，忽視生活中嘅不滿。呢種刻意調控注意力嘅能力，令佢哋可以長期居住喺心靈嘅陽光地帶。我哋雖然未老，但一樣可以透過每日感恩，刻意保持樂觀，將自己嘅內在地理環境佈置成一個充滿正能量嘅發展空間。先發影響力嘅運作機制，其實建基於人類大腦準備就緒嘅特性。當我哋將注意力集中喺某個概念上，大腦入面與之相關嘅神經網絡就會處於備戰狀態。為咗善用呢個機制去達成人生目標，心理學家極力推薦一種叫如果當點點點就點點點嘅計劃模式。單單有目標係唔夠嘅，我哋必須將目標同具體嘅環境線索綁定。例如戒毒中心嘅病人原本極少會主動去寫求職履歷揾工，但當研究員要求佢哋寫低如果食完晏飯堂有空位，我就會坐低開始寫履歷。結果當日有80%嘅病人真係完成咗任務。呢種巨型將飯堂有空位變成一個觸發行動嘅先發線索。同樣道理，為咗消除女生喺數學考試中嘅性別刻板印象劣勢，我哋可以改變考試前嘅提示線索。研究發現，如果喺考數學前要求女學生填寫自己嘅性別，佢哋嘅成績會顯著下降，因為大腦被喚醒咗女仔數學差嘅負面聯想。但如果改為要求佢哋填寫自己嘅身份，例如應屆畢業生，或者要求佢哋先寫低一個對自己重要嘅個人價值觀，佢哋嘅表現就會回復正常，甚至大幅提升。只要識得改變先發線索，就能夠輕易扭轉成敗嘅關鍵。喺第3部分，作者重溫咗佢最經典嘅6大影響力原則，並指出只要喺提出要求前，先將受眾嘅注意力引導到呢啲原則上，說服力就會倍增。第一條路係互惠，要將互惠發揮到極致，你俾出嘅第一份恩惠必須具備3個特點：有意義、出乎意料同埋度身訂造。美國情報人員曾經私下送偉哥俾阿富汗部落長老，成功令對方態度軟化並提供情報。第2條路係好感，要令人中意你，最有效嘅方法係揾出雙方嘅相似性以及給予讚美。談判時如果刻意模仿對方嘅用詞，達成雙贏協議嘅機會會大增。頂尖推銷員會用行動向個客證明我係真心關心你。第3條路係社會認同，當大家唔知點做嗰陣，最簡單嘅方法就係跟大隊。餐廳只係將某幾碟標示為最受歡迎，銷量就即刻上升2成。第4條路係權威，專家嘅意見可以減少決定時冇咁多唔肯定嘅感覺。要建立權威同信任，一個極高超嘅先發技巧係主動暴露自己嘅小缺點。股神巴菲特喺股東信入面，通常一開頭就會先承認自己過去1年犯過嘅錯誤。當佢展現咗絕對嘅誠實之後，股東就會對佢之後嘅分析深信不疑。第5條路係稀有性，人類對失去嘅恐懼遠大於對獲得嘅渴望。當一樣物品數量有限或者有時間限制，佢喺我哋心目中嘅價值就會直線上升。第6條路係一致性，我哋都希望自己嘅言行保持一致。如果想別人答應一個大請求，可以先引導佢作一個微小嘅相關承諾。美國同性婚姻合法化嘅公關戰中，支持陣營就係不斷引用搖擺法官過去判詞中提過嘅尊嚴同自由等字眼，成功利用佢對自身理念嘅一致性追求。最後，我哋必須探討先發影響力嘅道德問題。作者嚴厲警告企業領袖，千萬唔好為咗短期利益而濫用呢啲心理技巧去欺騙消費者。一個容許甚至鼓勵欺詐嘅企業文化，會為公司帶嚟3大致命腫瘤。首先，有良知嘅員工會因為道德壓力而導致工作表現下降；其次，呢啲優秀員工會選擇離職，令公司蒙受巨大嘅人才流失成本。最後留低嘅通常都係嗰啲完全冇道德底線嘅人，佢哋既然可以幫你呃客，
終有一日亦會偷取公司嘅資源，做假賬，反咬公司一口。呢啲內部腐敗嘅代價，絕對遠超詐騙帶嚟嘅些微利潤。至於點樣令到先發影響力產生嘅短暫效果變得持久，答案就係後發影響力。我哋必須喺對方被打動嘅嗰個特權瞬間，促使佢哋作出具體嘅行動承諾。例如醫療診所由護士寫覆診卡，改為請病人親自填寫時間日期，缺席率就大幅下降咗近2成。只要將短暫嘅注意力轉化為實質嘅行動承諾，改變就會變得根深蒂固。希望今日嘅分享可以幫大家深入理解大腦運作嘅規律。記住，喺開口說服人之前，先細心審視一下你嘅先發佈局。今集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中意今集嘅內容，希望可以 like、share 同 subscribe， 留言話我知你有咩睇法，記得撳埋個叮叮鐘。多謝你哋嘅支持，我哋下次再見，拜拜。